是拢希望有人甲咱疼，有人甲咱爱嘞。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哦。伫咱的生活当中，什么人上爱疼你？什么人佫上爱爱你？伫你心目当中的梦想是啥货？拄着困难、心情不足的时阵，有啥人做你的靠伴？愿意做你的稳坐塔？不管你是黄昏，也是3更半暝，愿意牵你的手，陪伴伫你的身躯边，对咱世界行行老老的。若是拄着透风落大雨的时，有所在，互咱去了困藏匿。这间厝，这个包内底足侪精彩的故事，定就是有足侪温度起落的人情味。今仔日就邀请大家做伙看戏听故事，学咱的本土语。好戏开锣，好看戏剧就要起大，请大家目睭闭紧，听来真足欣赏。刷落，用恁热情的歌声，欢迎新新一个有好的甘愿做花。我是阮，我甘愿你莫乱，做阮呀我是阮，我甘愿你莫乱，我甘愿我是阮，你莫乱，我是阮，你莫乱，祖先的花早就已经干，安怎想袂倒转行？因为心内记着咱祖妈。阿咪，我问你哦，恁家的人敢会讲话大细声，
刚的一日到暗，不是有人冤家扭者，厝外就要掀起来，足欢迎呢。啥？阮家只有一个阿爸，一个阿母，佮有够最可爱的阿妹我，哪会吵，哪会烦咧？哈！恁厝阮兜哪会菜遐济？恁兜原来即两三个人尔，无怪你逐工笑嗨嗨，毋免烦恼人济袂使济，连面子口罩有人洗洗了，连面迄个位啊有人嘿嘿着，才甲足欢迎呢。经常才袂过听迄个唱山歌混大滴。等一下阿金，啥物是唱山歌混大滴？伊是讲阿狗毋是啉接个小弟哦，是干转，毋是有个转油。你拢毋知影，我若是看着用着会吓啊惊咯。哦，吓叫啥意思咧？伫遮会先好到开讲哦。嘿啊，我甲阿金休困的时阵，上爱来即个公园佚佗，伫遮吸着清新新的空气，听鸟仔伫树仔顶唱歌。我听阿金妈讲起来过时间对无？这位小弟弟才能听好，叫我姐，毋通袂记你我是你的一辈大姐，我记讲的堂姐。听无卖去过啊！你讲出，互人讲你无礼貌。好啦好啦，叫你姐就叫你姐。想毋知你是鸟的厝，毋知道，足厉害。哇！恁两个文艺都甲写叫，真正有够高。这才有啥物乱搞？伫阮兜顶啊，对阮查某祖、阿公、阿嬷、阿姊、阿姊。阿姑、姑丈，到阮遮的囡仔屁，阮兜大家拢嘛真好讲家己。阮阿公的舌头啊大声搁袂停，阿姑一嘴挂长子，甲人熟者毋夫，小夫更毋捌赢的人。害阮阿母定定听甲家己出气，气甲半烧死。讲到恁阿母就是我阿金的妈妈，你太咧出产阿母嘞。等下我甲你爷来xử理，大家结婚期间。莫啦，阿姐啊，莫出去，我只是表达出咱家拄着的问题，敢毋是？莫生气，咱来跳舞唱歌。
小巷，每一条路的电火一拍一拍倒起来，天空尾啊煞咧哭。啊，毋是，是一个查某囡仔找无因兜，找无伊的亲人，放声大喊。妈妈，你伫倒位？爸爸，你伫倒位？听到有囡仔咧喊声，阿咪、阿金、阿豆，搁有阿毛走出来看，问看是啥物代志。吼吼，这小朋友今仔日学袂走，找无因兜要安怎？会使带伊去找爸爸。以后恁爸是贼头。啥？阿毛的老爸是贼头，啊，毋就是贼王，惊死人哦！恁搁要带这个妹妹去贼头？阿咪，你别搞笑了，叉叉就是警察代理，老人合作地无爱。嘿啦嘿啦，就那可以的厨师，有人叫刀子，嘛有人叫总破塞。一盘一盘甲烘出来，料理澎湃报人知，滋味好食大家爱。总破塞真厉害，不管是肉也是菜，好食料理好人爱。哈哈，那安尼，阮阿祖叫阮阿伯豆头塞的，嘛是豆子的意思。我有听老夫讲过，较早会算啥人？甲做代叫做堂前，因为厝内无钱，对这较近的所在拢做伙，所以免哪有做卡，才有同情的讲法。无钱的人，因兜的东房叫东钱，啊那是好呀人做卡叫啥物？大地的造君，法义合作居造君，就是咱一寡常在咧讲的造型、造王、书面真君，也是护体天尊。也若是伫咧军营内底出遮的所在，就叫做伙房、伙房。恁有听过四位成功的故事无？一个假那虎。做代志便是有顶好的四位，就是对火头军开始摒势做起。尾啊，做到东调，上佳的是人尊重的大将军。我知，四面开的故事就是互咱了解一步一脚印，绝对不是一步登天的道理。就拿这句。不听老家心可灰，不听人定数万我们睡点茶，爸爸也是被睡着就不了。爸爸，妈妈，你伫倒位？好啦，莫好，行，带你来找阮爸爸。阿毛，咱今
是互我家乡上水的跑过来小干这几位总干部，好啊，我就甲吹落去。你是看一个总破山，伊是总破山嘛是穿啊裤，这位是警察嘛是穿啊裤，这位就是拄啊阿伯讲过的阿狗。哦，这阿婆啦，这是咱的老师，这是咱黄金红阿咪，这红金阿金哦，这小啊是咱吹波的妹啊，哦，我不是讲手是接的，就迄乌手片对不对？阿袂得对的，对啊，好，咱大家都来念吼，来。乌手牵水路，乌手夹夹手，恰到奋斗路，老油扛得到，乌手慢慢好，慢好慢好，天气吹水外响，乌手夹住各出声，早晨那边水外响，夏天水花大家听，水有啦，你就唔免惊，水啦彩个到个性，阮来唱歌互恁听。好大米大路，乌手牵水路，顺山大家路，后天漂亮路，阮发山时的六月天，亲像出月枝，风吹江边又生威，阮通也好水。白了雾，白了雾，亲像一朵遐尼水，白顺顺，甜滚滚，吃了放心好万年。白了雾，白了雾，水里都是放的无味。白了雾，有历史，爱吃就来试试。好，咱来看电影。为看。哎呀，你可是大哥，不是大汉啊！什么？那我你讲我，我是啥看？大汉就是想要做啥，免惊惊，惊惊袂定，好靠，你都无当意。和你呀，你不要让他上飞机了，世界跑跑走，他们也搞过。定我主，关是机会的就，嘿人给人跳去。老爷啊，你看他的这个兄弟，为你站着，我看呢，你个你三个来关心这个义务，画下不准备，加个这个家的多呀。老女儿，笑不要笑啊！来就来，家里来就跳。什么礼物啊？对平安来是，你掉出去那里飞出。
像那个培养每个表情情，大家一起小安内度。时间过了一日，大家就拢起好啊。超出啊！青菜刚刚各出来，去要就用了的家伙，不然他掉上，能打干好啊！我还要在。哇塞！这是香瓜的，外出，天哪！哎呀，家苗，你跟那边那家过来的。现在可以看电视好不好？我告诉你啊，快点我有空点，你再快点。哎呀，来我家就对啦，我这做的业务电视哦，来，你先来过去啦。啊，上午刚才有那个，你家帮我看一下，我这必须把它修好。不好意思，看看，哎呀，你是这样，过来自己我了解。哎呀，你这个对。我上去了，你哪不叫过来走？
起码好，我让东上。人家翻不来。来，你喜欢什么节啊？你喜欢什么啊？我跟你们这个吼，咱算是咱咧讲的语言暴力，人对面听啥物？一个来跳起来个。头尾个问题咧，甲大家问啦。用什么衣服去剔除？来看大家哦。好嘞。啊，无个问题咧，问啦，哎呀。有很好哦，他帅不帅？哎，你们没有掌声，他就没办法跟你们互动哦，对嘛？哎，刚才那个大声，这个大声。那老师要跟你们说的是，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摆卡的行得定，有的来，我你讲摆卡的哪？行得定，有的。叫做有的。台语足水气的所在，就是有足济足趣味的比如讲，头摆你们讲一个虾仔行路，虾仔就行路，虾仔就行路，爱用收水。话就是你咧硬虾仔回来底你讲的哇，硬虾仔回来底咧讲的虾仔行路是啥？就是倒单下人爬壁徛开，人爬壁徛后推，所以下人。这个推，人讲推，谁来去推？那就是因为那个抛地循环，他们小朋友听到的声音，只是跟着嘴在念，没有办法把它表现得非常好我们今天我给那里真欢喜你看我的校长来，我们的校长那个
贤校长啊，来，接下来我们先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李志贤哦，我们好听哦，我们好听嘛时候，都热的嘞哦。谢谢大家来看他的演出啦啊！那一天4年级、5年级、6年级，4年级去吧，4年级，这4年级长得最高大对吧？哦，这用这个身材很高大呀，台语怎么说？还有讲你身材很高大，你会怎么用台语说？哎，你很活泼啊，看你很活泼。做大汉，还有没有可以更讲得更标更道地台语？汉靠二，对了，好，不整理。为什么讲汉靠啊？汉靠二啊。市区还是很多人不会讲台语啊，还有空就多讲一下。那我们他们时间他们早，还要点什么吗？没有。还有2个